我要出去揾下安娜公主喺邊。你唔可以再去冒險㗎。如果安娜佢有咩事，聽住啊！如果公主有咩事嘅話，咁阿德爾就得翻你一個㗎咋。佢喺裏面，漢斯王子。安娜，你做乜咁凍嘅？漢斯，你快啲錫我，咩話？快啲啊，快啲啊！咪住先。哦，我哋都係唔好阻住佢哋啦。你發生咩事啊？艾莎用佢嘅法力擊中咗我，你又話佢唔會傷害你嘅？我估錯咗。安娜，艾莎冰封咗我個心，而家只有真愛先可以救到我。一個真愛嘅吻。哦，安娜，如果外面有人真心愛你就好啦。咩話？你話你愛我㗎？喺我嘅國家，我係第13位繼承人，所以我一定冇機會。我知我要去第2度先至攞到皇位。你喺度講緊啲乜嘢啊？要揀嘅當然係艾莎合適啲，不過根本就冇人賣到佢身。而你，漢斯，你太渴望得到愛啦，你諗都唔使諗就肯嫁俾我。我計劃我哋結婚之後，我會令艾莎做翻一場好戲。漢斯，冇停手！佢會令自己滅亡。啊你就因為追隨佢，所以求下你啊！我而家只需要消滅艾莎，同埋帶翻夏天翻嚟。你絕對唔係艾莎嘅對手。錯啦，你先唔係艾莎嘅對手。與此同時，我漢斯將會成為拯救你哋阿德爾嘅大英雄。你係唔會成功㗎。哦，我已經成功咗啦。有冇人啊？有冇人啊？救我！有冇人？